氣候變遷衝擊着大家生活，環境部強調減少溫室效應，推動淨零排放，已經是袂當無做代誌咯。咱來講到即擺高中生是未來2050年淨零的主力，所以拍算要和教育部合作，替高中生推出多元氣候課程。頂日啊，南部落大雨，做大水，高雄市長也講，高一帶落規年一半的雨水量，氣候變遷衝擊大家的生活。根據農業部的統計，南部的大水雨也已經造成超過1億的農業損失。面對氣候反常，環境部也在 YouTube 推出高中生上課路的影片。年輕人要為了自己的將來，為了人類的未來，真的要想盡辦法來努力，走出自己的一條路。老頭子是不可靠的。為了落實氣候教育，環境部也宣布甲教育部合作，9月份開始要佇全台辦8場的工作坊，也有老師導帶學生做校園高溫警示地圖，先讓學生有感覺，然後開始行動。我們只是讓他們先猜校園中哪些地方會最熱，他們再實際去測量，驗證他們自己的想法對不對？那接下來下一步就是，那他個人的穿着要怎麼樣改變？學生必須要有感，他才會有行動。減少溫室效應，推動淨零排放，已經是無做袂用的代誌。那即馬的高中生是未來2050年淨零的主力，希望鼓勵更較儕高中生主動參與。例如說農業包含了生活，甚至有物理，甚至還有這種各種的知識在裡面。那其實這個可以幫助高中生可以動手做，而且這個氣候變遷不是只有一個知識，是可以去行動的。環境部表示，今年3月已經佇線頂推出針對高中生的網絡課程，學生會當直接用手機上課。接落來，還會推出多元氣候課程，希望達到聯合國氣候峰會今年的主題，確保2035年進前，每一個青年攏會當透過教育有能力因應氣候危機的這個目標。記者顧玉基林秀凱台北報道。